喺你睇起來，叫我哋接受上帝嘅祝福，感謝上帝嘅恩典，喺你嘅帶領，我哋就安排舒服教會、舒服天地嘅具體節目，嚟到上帝安排嘅恩典嚟參加。 按照依賴合眾團喺過省對真理送遞，客家人是在親近福氣，應當在上帝面前為接受親態嘅祝福，但是按多年來，上帝。 親像擁貼客家人在了世間本無嘅機會，但是最近我就發現客家人在上帝面前親做會、親共融，因為大蔬菜開始顯示上帝嘅供應，為到客家福建嘅宣傳。 我客家人用自家嘅言語來接受上帝嘅恩典，而且上帝對我哋客家所重視嘅最大嘅福分，我哋唔好唔記得。阿姆扎睇自家，我哋大方得到天恩，也福建合眾團嚟到舒服教會嘅素材。 來讚美上帝，大家就看來榮耀上帝嘅生命，而且上帝對舒服自己一個最大嘅祝福，就係對舒服教會從今之後對客家人傳福音來種下千重嘅福音嘅種子，希望通過阿姆扎安用現在。 是個個讚美，我哋就嗰刻以對客家人做傳福音嘅重要事，求上帝祝福，一啲特別祝福，天恩合創團契善人每一位，得到上帝特別嘅力量同恩典，無論佢哋去到哪度行，統你就上帝嘅。 慢慢嘅恩典參與到喺當中，本佢哋所做嘅每一項所創嘅每一曲，統一得到上帝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本佢哋所做嘅統一做咗上帝嘅生命，念住也是基督嘅恩典。 上帝嘅慈愛，真理嘅感通，然後我哋就大家同在，從今直到永遠。阿門。